政府今年盈餘高達667億，財政儲備更加超過6600億，相當於22個月嘅政府開支。而喺97年回歸以嚟，香港經歷過金融風暴、科網泡沫爆破、沙士到金融海嘯，財政儲備一次都冇減少過。有專注稅務嘅資深執業會計師話，反映政府每年要收支平衡，一啲都唔難。香港一去到話7、8個或者8、9個嘅失業率咧，已經嗌晒叫好高㗎啦，唔會有歐洲話20幾個% 嘅失業率咁犀利嘅。咁變咗喺薪俸稅、利得稅方面好穩定。印花稅香港最差嘅情況都唔會差到話冇成交㗎嘛。土地收入方面咧，政府其實係最大嘅地主嚟嘅，佢控制咗嗰個樓宇嘅，或者應該咁講係控制咗嗰個土地嘅供應。土地嘅收入咧，對佢嚟講嗰個估計應該都唔會上下波幅好勁。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一再強調，外圍經濟極度不明朗，難以準確預測歐洲一旦出現深度衰退，對於亞洲經濟嘅具體影響，必須堆沙包積谷防饑。但林志遠認為，即使歐債爆煲，政府要應付亦都綽綽有餘。量入為出嘅策略，從財務角度上面睇過於保守，應該放膽使錢幫助基層市民。既然啲錢擺喺度都未必有機會用到嘅，點解唔可以喺某啲地方係可以斟酌下呢？俗語稱叫做 M 無人士，其實我哋可唔可以幫助下佢呢？甚至乎最低下嗰班階層，佢哋而家你同佢俾佢嗰啲資助係咪足夠呢？我哋可唔可以考慮下？其實物價騰漲咗好多，咁可唔可以幫助到佢哋呢？有經濟師就話，歐債危機對於本港嘅影響冇08年金融海嘯咁大，不過經濟逆轉可以嚟得好快，財爺預算審慎可以理解。外圍嘅影響咧，可能冇上一次咁犀利嘅，因為上一次係美國，今次係歐洲。咁香港嗰個經濟嘅關係啊，即係各方面都好啦，同美國就緊密過同歐洲嘅。同一時間咧，你雖然話外圍嘅影響唔係太大啫，但係自己你亦都有一啲因素係可能轉差嘅。你睇到譬如個樓市出問題，呢個樓市出問題呢個唔係咁簡單嘅。佢話政府堆沙包並冇錯，但係必須清楚定明要幾多儲備先至足夠，否則應該應使則使，特別係幫助基層市民解決燃眉之急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黃婷婷報道。